各位標迷，你哋好啊！又係我 No.7 Wash 豬仔，歡迎大家再次收睇我頻道啊！嚟到下晝嘅2點鐘左右啦，豬仔咧就要介紹呢隻 Seiko 5 Sport 啊，舊裝盾牌嘅停產款。呢一隻仲要係 Red Turtle 啊嚇，好靚嘅一隻錶，一齊睇睇嚇。咁停產款特別有味道嘅，就係呢一隻海龜殼型、鮑魚殼型嘅一隻紅色 dial 啊，煙燻紅色嘅漸變錶盤，再加上咗咧鮑魚嘅殼型造型嚇。咁啊嗱，呢個海龜咧 turtle 咧，我相信大家咧如果係精工嘅錶迷或者我嘅錶迷咧，就一定唔會陌生噶啦嚇，因為咧呢個 turtle 款咧就係而家就算現產嘅 turtle。都有現產嘅款式都有 turtle 呢個殼型嘅，咁嗱呢一隻咧就係復古嘅 turtle 殼型啦，大 size 大直徑嘅。嗱舊裝盾牌咧，好多人個感覺都係細錶徑啦嚇，因為以前玩復古嘅都係35M、36M、37M 嘅，咁而今日呢一隻咧有別於傳統啊，咁啊44M 嘅大錶徑，咁但係咧佢就唔係用 7S 嘅機芯嘅，係配備咗 4R 嘅機芯，4R 36嘅機芯24石嘅，有得手動上鏈同自動上鏈嘅機械機芯。嗱好多時咧舊裝精工五仔咧，好多錶迷對佢有愛有恨嘅原因咧就係咧好多時佢都要 shake 嘅搖嘅，佢冇得手上鏈嘅。咁但係今日呢一隻唔同啦，有得手上鏈嘅嚇，有得手動上鏈同自動上鏈嘅。咁啊你見到咧銀色嘅內影邊框啦，襯托咗呢個條釘嘅黑度啦嚇，做咗夜光嘅時分針都帶有夜光，一齊睇下佢有冇世界級夜光先，會唔會因為佢舊裝咧而衰弱咗呢個夜光？睇下先。同而家新裝係咪一樣咁勁抽先啊？個夜光，同樣都係世界級夜光啊，好光亮嘅個夜光啊！咁啊嗱，錶面正中間嘅部分咧就用上咗煙燻紅色嘅錶盤啦，咁比較獨特啲嘅顏色啦，配搭咗礦物水晶玻璃錶面，咁啊圓波邊嘅位置咧做咗凸起車邊嘅，咁而不鏽鋼圈咧 bezel 嘅位置做咗拉絲花紋嘅。好啦，咁錶殼位置咧，嗱錶腳位置咧就做咗拉絲啦。其實咧圓邊嘅位置呢個位置，有一手指甲指住個位置咧，其實做咗光身嘅。咁錶腳咧呢個位置就做咗拉絲花紋，延伸到側邊部分做咗光身。咁其實幾有層次感嘅，拉絲間拋光間拉絲咁樣，好有質感嘅。而錶腳嘅位置、錶帶嘅位置咧，亦都係做咗一個短身嘅 ending 啦，同埋做咗實心鋼錶帶啊，實心鋼帶嚟嘅。咁啊呢個做咗板帶啦，拉絲花紋嘅。嗱 turtle 咧就都係沿用翻啦，左右兩邊咧預留咗錶窿俾你方便更換錶帶嘅。咁而呢隻紅色 turtle 都唔例外啊。咁錶冠位置就做咗一個拉推錶冠，係啦。咁呢隻錶做咗100米防水嘅嚇，做100米防水。同而家嘅 Prospect 咧 turtle 咧就有啲唔同啊。而家 Prospect 嘅 turtle 咧就做200米防水，呢一隻咧舊裝咧就做100米防水嘅。咁啊同樣啦，我哋睇下啲細節做工先，拉近少個鏡頭，睇到12點位置咧呢個 Seiko 嘅 logo 同埋呢個盾牌嘅五仔 logo。都做咗凸起嘅字釘嘅，同埋咧同時間去睇到咧金屬嘅條釘刻度啦，但係有夜光都係做咗立體嘅字釘。咁而日曆槍嘅邊框位置咧都做咗銀色有金屬邊框嘅，咁啊凹咗落去，咁啊更加有層次感。6時位置寫住咗24石 automatic 100M 嘅防水。好啦，咁啦呢啲錶咧睇埋個錶扣先，錶扣咧值得讚下喎。點解咧？做咗 Seiko 5 Sport 咧就做咗4粒窿、3粒微調位，做咗一個 double lock 嘅錶扣，咁有保險掣嘅嚇。咁啊撳掣打開咗咧，做咗光身駁橋嚇，做咗光身駁橋。好啦，睇埋個錶底先。嗱，錶底咧就做咗一個螺旋式鎖嘅一個透視底蓋啊。咁 show 個底蓋俾大家睇下先。嗱，4R35嘅機芯，咁啊採用咗24石嘅嚇，4R36嘅機芯 ，4R36嘅機芯嚇，咁啊採用咗24石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做咗螺旋式鎖嘅透視底蓋，咁上面咧都有個抗磁嘅 logo 啦嚇，基本抗磁4800嘅。咁同埋咧做咗10個巴100米嘅防水。嗱就唔係花咗啊，個底蓋咧有個底貼喺度，豬仔冇搣到嘅。咁呢啲舊裝嘅 new stock 停產款咧，都要講嗰句啦，真係買一隻少一隻嘅。喺坊間裏面咧，有陣時咧行街都未必會見到，行運幾間錶鋪都見唔到噶嚇，真係講緣分嘅。咁上面夾板咧就做咗金屬嘅處理紋啦，做咗拉絲嘅金屬處理紋。好啦，咁反翻過嚟俾大家睇下先。嗱個正面好靚仔啊，正面咧就做咗呢個
礦物水晶玻璃錶面啊，其實塊玻璃都好清喎。雖然佢唔係用藍寶啦嗰個年代，但係都好清澈、好透徹嘅塊玻璃。咁亦都係啦，圓邊嘅位置咧做咗嗰個內影尺咧就係做咗呢個放射性紋銀色嘅放射性紋嘅。咁配搭翻呢個紅色嘅煙燻色嘅錶盤啊，都幾 matching 幾靚嘅。咁啊嗱，呢個錶咧屬於大錶徑啦。咁我試下向上轉動先，上發條。上發條嘅手感咧好順滑嘅，同一般我哋現產嘅Turtle 咧一樣嘅啫個手感。好啦，剔起咗，有停秒功能嘅嚇，有停秒功能，向上轉動，順時針方向校時間。嗱，校嗰個手感都幾緊緻㗎嚇，時分針咧都幾有啲阻力先至校動得到嘅。好啦，半格我哋校嗰個日曆槍，向下轉，突突聲嘅，一格格調。好，跟住咧我哋向上轉。校個星期窗，校英文就跳英文，校羅馬字就跳羅馬字。好，校完晒之後咧，我哋撳翻入去一個拉推錶冠。嗱，佢就用羅馬字同英文字交替嘅星期，就唔似而家咧。而家通常都係英文加呢個西班牙文啦，或者英文加呢個中東文嘅。咁呢個咧就係英文加羅馬字交替。好啦，咁啊嗱，呢隻錶咧總重量幾多咧？有啲手感喎嚇，攞上手都有啲質感嘅。咁佢個官網就冇寫佢幾重。咁我試下磅一磅俾大家睇。嗱，隻錶就去到172個 gram 啊，172個 gram 嚇，有啲手感嘅嚇，有啲份量嘅。咁啊，超過150個 gram 咧，喺潛水款嚟講都算有啲手感嘅，因為去到172個 gram， 大錶徑嚟嘅，度一度俾大家睇先，44M 嘅錶徑啊。嗱，我度個錶殼咧就44.9，如果度個 bezel 圈咧就44，係啦。厚度方面咧講緊係12mm， 12.3mm 厚度，而甩to甩咧就去到50嘅，唔算太大隻啊 ，OK 嘅個 size， 唔算太大隻嘅嚇。咁我試下戴上豬仔14.8cm手環先。嗱，戴上去個手感咧就由於佢鮑魚形，即係呢個海龜鮑魚殼形啦，咁所以咧雖然佢大錶徑，但係因為隻腳收咗落嚟啦，順住個錶殼咧延伸到個錶耳嗰部分嚇，有個弧度喺度，咁所以咧唔算太誇張嘅個 size。咁啊嗱，如果你都中意鏡頭前面嘅你中意停產款嘅，中意 new stock 嘅話咧，咁呢隻你點可以錯過咧？紅色嘅 Turtle 非常之靚仔啊，好有質感嘅一個錶盤。好啦，咁啊豬仔推介呢一隻舊裝盾牌嚇，呢個 Seiko 5 Sport 嘅盾牌款嚇，呢隻舊裝盾牌100米防水嘅紅色嘅 Turtle 嚇，紅色 dial 煙燻紅色錶盤。咁中意嘅你咧，心動嘅你，千祈唔好而家盡快揾豬仔落單啦嚇！呢隻G-Shock 嘅一隻海龜 Turtle， 希望你中意我推介啦。好啦，咁啊幾多錢咧嚇？1448，1448嚇，1448嚇，呢隻舊裝嘅停產款。咁啊出面冇得比對嘅啦，因為咧基本上出面咧都係絕跡嘅啦，可以話係絕跡嘅啦，而家都揾唔到啦呢隻紅色嘅 Turtle。咁希望你中意豬仔嘅推介，1448嚇，有翻吊牌啦，有翻原裝盒啦，有翻保用證，有翻收據，1年保用嘅。咁啊希望你中意呢隻紅色 Turtle 嘅 Seiko 5 Sport 舊裝舊 logo 盾牌嘅推介，拜拜。咁啊得1001隻咋，所以心動嘅你唔好猶豫啦，盡快揾我落單，下集見，拜拜。